玉山丁胖公道金门连江比苗栗的同意比率上悬，着民众提案，被甲核废料放伫咧这3县市。经济部热能推动中心标出备案，前副执行长第1年利用支付，甲职业者拖欠200万，再去互北检声压紧结。国内有犯罪集团对中国走私医学美容设备属价背后20多公斤数，初步估计侵权的金额有90亿，已经掠到12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AM 新闻，我是嘉豪。搁是这核三丁胖的公道时阵呢，全台湾加起来有434万张同意票，虽然是无通过标准，不过这同意票是坐过无同意的。其中金门、连江也有苗栗的同意票比率是上介悬。有民众提案讲，甲这核废料放伫咧这3县市，4天内超过8000人通过联署。也那金门的立委陈玉珍，伊就讲符合3项条件呢，这金门的二大就当来评估。8月3日3丁克公投拄结束，虽然无到规定条件，但嘛开出434万外张的同意票，比无同意的151万外张加真侪，反映部分的民意。在公投进前，有反映的人士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甲核废料收放伫丁克核3公投赞成票数比例上悬的3个县市，这4天就突破户籍户定超过8000人人数。这次的公投其实跟这个38年前我开始关心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核废料问题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解决，是用一个未来的新的核电的技术，然后来探讨我们重启核3这个老旧的这个厂址这个基础的问题。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讨论。照规定提案成案了后，权责机关必须在2个月内说明评估。提案人表示讲，希望用这来呼吁民众，只有真正解决核废料，核能才会当是选项。根据中选会的统计，公投的结果，所有的县市拢是同意比无同意较悬。不过比例上悬的县市，意思是金门县的94.21%，连江县94%，苗栗是86.56%。另外同意票数上侪的所在是新北市，有77万外票。可能没办法单纯的从这一次的投票人数的比例去判断，所有金门民众对这个议题的态度哈。那是金门连江县长王忠明嘛表示讲，提案成案了后，已经问真侪马祖的乡亲，拢无同意甲核废料放伫当地。不过金门立委陈玉珍是提出会当甲无人大的2打岛纳入评估。很多人都会担心不愿意放在我家隔壁嘛。那二胆岛因为它比较远，从金门岛到二胆岛坐船也要20分钟啊，20-30分钟嘛。那因为它是属于金门县的领土啦，是属于金门县制。那所以当然这个相关的目的条件，不管是100亿啊，从小到大读书免钱啊，电费全免啊，这些也当然是要归到让金门县民来享受。呼吁政府核废料的选址会当对无人大的所在，也是较远的所在开始。陈玉珍嘛表示讲，只要符合3大前提条件，包括地质安全、明确补偿方案，含交互居民用公道的方式决定，落尾嘛无一定会是2打岛。记者综合报道。8月23，这罢免选举结束啊，本地是伫咧罢免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志工，即马是转型做公共事务协会，要继续来监督这南投大大小小代志，亲像是环境、教育、交通等等，也要来替南投尽一份发展的心力。罢免选举结束，发起罢免南投立委马文君的公民团体奥巴马，并无结束，嘛无解散。8日暗伫咧南投县玻璃店的据点继续开会，正式宣布因要延续这波公民力量，转型变作监督南投发展的公共事务协会。这大组、这团结的力量，咱要甲延续落去。好，这是迄阵啊，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Kate 的想法。协会表示，协会内的志工妈妈为少，拢正关心县内儿童权利、教育路权者的生活议题。因那协会第一件要关心的议题，就是玻璃店的水源头，设开起物掩埋场，恐惊会对水源造成污染的代志。埔里水资源的议题、埋场的议题，也是我们首要的目标。那我们可能会透过邀请讲座，讲者来进来埔里，就是办例行性的讲座，或者是延伸读书会的方式，然后大家来做交流。协会强调，未来因嘛针对南投县内公民议题，办理相关讲座、读册会，甚至伫选举要到的时阵，会要求候选人对重要政策表明态度甲想法，成为地方监督的力量。记者邢平琪南投报道。
讲到这内阁改组的进度，行政院长杜英泰伫今仔表示，这部长加处长会换超过5个人。若针对罢免结束了后，民进党来检讨，立委郭国文就讲，进前捌因为破发现金和党团总调郭建明有冲突。另外，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在今宣布讲要来选党主席，也讲伊当选了后呢，会定调罗秀燕来选总统。各界持续关心内阁改组的幅度，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头一届讲到，变动名单会超过5个人，佮讲相关的人选还佮伫定选，会赶紧向国人说明。如果是从部长加次长的话，我认为人数超过5人。超过5人，有可能超过10人以上吗？数字不代表一切啦。国安不在我们现在所谓内阁的名单当中，那是府方在处理。传出总统赖清德嘛开始调整民进党立法党团运作模式，8月开始每礼拜3的高层会议扩大调开，纳入党团7个头人，互人讲目的就是要让总调郭建明放便权。总统扩大高层会议是希望柯总召释权吗？总统柯总召是不是应该要下台交棒？虽然郭建明已经表示总调的任期是1年，无提早落台可能，不过党内不满的情绪真侪。立委郭国文讲，进前伫党团大会对于破坏现金的议题，甲郭建明起冲突，佮批评郭总调假团性质，佮疏忽别人意见。林淑芬嘛讲，这届的党团差不多无稳准讨论，敢若下命令，也甲互人恐吓无遵守，就处分还是开除。党团的路线呢，过去呢所采取对立的方式，我个人主张应该换成对话的方式。那谁适合来担任这个对话型的党团干部？这样的人就是适合来担任未来的党团的领导人。绿营有检讨声音，看蓝营台中市长罗秀燕表态无参选了后，立委罗志强日调开记者会，正式宣布要竞选党主席。答应当选主席了后，会定调罗秀燕选总统，并支持罗秀燕接任党主席。我当选主席，将在2026年完成县市长选举的任务之后，在3个月内。我会以党主席的身份征召卢秀燕参选总统。我想卢市长众望所归。那每一位有意愿的同志都很优秀。那我也特别谢谢志强，也表达了他也希望卢市长多考虑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吧。卢秀燕透早主持市政会议，听到相关的询问，笑笑的无讲话嘛无回应。国民党主席伫10月要进行改选，目前已经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可能人选，除了罗志强以外，也包含前立委陈立文、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中华前馆长杜碧元，一个中常委孙建平。记者采访报道。经济部立令推动中心标出备案，前副执行长第一任利用职务来甲这业者讨免200万，再去互北检城下禁见。本地伊是离化风电的推动者，所以来牵涉到这个备案，总统府和行政院拢强调绝对爱严办。穿朴色的衫甲底裤，互法警对新信息传出来。伊是前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副执行长陈玉林。2号暗时，互检警调查，做伙调查，阁有陈玉林的爸母、甲台电的高层前副总经理肖胜任、副总兼执行长柯国良等人，即马全部涉入技术受恶势备案。检警2号暗时分22路大动作敲吹。面对媒体，陈玉林无讲话，伊伫信后按照贪污治罪条例成压禁见。根据检方的调查，陈玉林疑似伫任职期间向台电施压，惊后尾房讨贵电用量。协助业者开绿能公司，收压榨钱共$200万。另外，同为建设董事长陈建生，一个后生陈冠涛犯嫌重大，也成压禁见。另外，其他涉案的人，风电能源的总经理以1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风电能源2号发布重大消息，表示全力配合调查。他年纪轻轻的，主要是有政务委员无姓的政务员在后面罩着所以我们希望减掉就是除恶务尽。只要涉贪，只要涉及舞弊，不论蓝绿，不论是谁，都要严办。陈玉林正常关系真好，2015年就加入民进党的智库，过当年转任行政院能源甲检察办公室的主任。2018年洪召起，人讲是离化风电重大投资案的高一个管道的力推中心，伊才28岁就做副执行长。过当年，佮接地震款海的董事，今年初佮接由经济部主导绿电、北电变台的台地电首任总经理。总统一再表达他的立场，任何涉入司法的案件，不分党派，也不问何人，
只要有司法侦办的相关证据，他的立场都支持依法严惩，勿往勿纵。经济部设立备案，呼应立场是同款，表示对非法的事件绝对追查到底，强力阻挡。原来经济部是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若需要会配合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屏东也逼出着咧立陵的备案，着立陵公司伫咧慢慢造地，要起太阳能发电系统。当地村长是讲，这施工噪音等理由呢，带人去到现场乱，是要甲业者讨钱。检方也甲这4个人依照贪污、强制等罪嫌提起公诉。另外，婚姻未了伫咧2020年时阵，也逼出着迄当时的乡长利用争取回馈金的抗议，甲业者讨300多万。目前这一审是判以5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案场其他拢电火啊，煞无看到供电网铺设。屏东地检署缉捕有立陵公司租屏东慢慢这块地，2023年得到建造要起永续设施加太阳能发电系统，煞互人卡油。前公司3个船长伫案场来回行大，同时靠互业者阻止施工。检方发现，慢慢乡承德船长林英庆明记知影业者有得到建造，所以施工的噪音也是影响交通的理由。今年1月至3月，真侪该带人到案场起诉，都是爱业者加支付300万回馈金。双方经过真侪该协商，降到150万，不过已经造成业者损失，施工延误。村长审酌其恶性重大，所为时有入关侦。犯后否认犯行，并事实狡辩的一切情状，从重量处有期徒刑6年以上。其余犯嫌则求处3年6月等之刑度。检方认为，船长甲伊的太太，还有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的假释，找理由揢油钱财未遂，加刑罚的强制、恐吓、危害安全等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是帮助犯，4个人都互人起诉。已经走到司法程序了，就给司法去判断吧。伊拢出彩礼无定伫遮。那屏东也出头一个立陵备案，2020年婚姻未了，嘛也出当时的乡长蔡长坤，加讲要替乡民争取回馈金加赔偿，去风电案场发动抗议，尾也向业者讨320万过面。即马一审判决出来，蔡长坤互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判5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被判处是5年6月了哈。那最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涉及的法条哈是10年以上的重罪哈。那陈审的法官其实已经有考虑到。蔡长坤他已经有真诚自白，并缴出犯罪所得哈，那予以减刑。面对判决结果，蔡长坤认为判伤重，强调当初是互人拜托的，唔知安尼处理。听后收到相关的文件了后，会交由律师进行上诉。记者采访报道。即马有真侪人会做医学美容，不过爱特别注意，这国内有犯罪集团对112年开始对中国走私设备削价背后20多件的真数，甚至有人牵狗啊招人客伫咧饭店，唔是由医生来操作，就替这人客来做皮肤的医学美容。警方初步估计，这侵权的金额有到10亿，而且依照医师法、商标法等罪嫌，甲12个人起诉。几落批货物用电脑零件报关为中国输入台湾，不过海关接到情报资料，内底物件无单纯。拆开看，拢是医美用品，用伫香港店铺加美国银铺。警方发现业者无得到许可，非法走私来台。自112年开始，从中国大陆非法进口未经核准的医疗器材后，租借给多家医美诊所。无论仪器还是镭射头，相关医美产品伫台湾拢有指定的代理商。所有犯罪集团涉嫌引进病俗品，也都是俗称的水货，甚至无排除牵涉到恐怖。侵权期待达到10亿，比设计更加俗，转卖予至少20多间诊所，也有连锁品牌。他们会私自破解、篡改他们的晶片，原本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这些。医美、碳斗耗材等变成可以重复使用。非法用材除了留去诊所，不法集团嘛变地下医美，有医美人员伫网络招人客，约伫饭店，无医师执照，都违法的使用。卖讲产品本身可能有问题，警方嘛查出嫌犯偷改设计，互用一介的镭射头会当回枪无限使用。
凤凰电波它只能够打900发，可是破解版也许可以打个9000发甚至10000发以上。最差的状况可能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它没什么效果。那在不稳定能量状况下，我们可能脸部会造成烫伤，或者甚至我们对颜面神经它会有伤害。警方调查专案继续人客去搜证，这届掠到12个人到案，破解犯罪集团依照医师法、商标法诈欺等罪嫌以上，下一步要查清楚真相是不是原来怎样。记者采访报道。海巡署掠到渔船协助24个越南人偷渡来到台湾，因是对宜兰渔港来入境。这个非法集团赚的钱超过900万，而且伫咧挖港进前会甲伊问讲，你敢要纳钱爱纳15万，若准唔纳就甲人车到海面。检方也甲主嫌也个偷钓者总共28人提起公诉。发现可疑的船只，海巡队要求停船受检。本警政广播要求停船受检。专案小组掌握证据，运用科技侦查设备，结合雷达系统，精准监控渔船的动态，当管拦艇拦查围捕，当中掠到4个船长甲船员，甲24个越南籍的偷渡客，是宜兰地检起诉最近上大的船只偷渡人口贩运案。因为海象不佳，登检十分困难。这件人抓集团案是由细李兄弟、细罗甲2个红通缉的越南籍细软的人组成的。伫4月时阵，由细软的人招揽24个无法度合法入境，却想要来台湾做工课的越南人，每一个人收25万块，和细李兄弟等人安排咱国各籍的渔船去越南接送，而且伫公海用小型的渔船分配转运。过程中利用偷渡者伫咧海上无法度找人救人，用恐吓杀落海顶手段，要求每一个人各要付15万才会使上岸。在距我国领海基线9.3里处，当场查获涉案渔船载运越南籍偷渡犯，全案将船长、船员5名及越南偷渡犯24名，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涉案的船只过去捌走私4卡船坞等活体，甲一寡渔业产品出港，即马阁互查出涉嫌偷渡个人化起价，至少收960万不法的所得。互检方以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人口贩运防制法、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24个偷渡的越南人以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人千万唔通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哦。这高铁进行宣布讲，按算后个月要来推出着宁静车厢。事实上，前几工台铁也旅客讲电话讲了伤大声，唔听这列车长的苦劝，落要去互解除契约，也等于是讲该赶落车。事实上，包含捷运在内，若准一个车厢内面作乱大声讲话，拢有可能会互赶落车的。查某人因为用手机讲电话伤大声，互列车长制止真不满，讲话声音愈来愈大。我不是懂那么啰里啰嗦的法律，你比我还懂铁路警察，你也车长，不要碰到我，我没有碰你哦。代志发生在2号早起9点外，台铁111车次的自强号列车顶悬，55岁细里的查某人，因为人甲苦劝无爱听过一定呢，互列车长是当场解除运送契约。细里的查某人落尾伫台中火车头，互警方请落车，各方照社会罚1万块以下。因此手机通话音量过大，经列车长制止，仍不听劝，处谩骂。经列车长解除运送契约，警方到场协处。该男子配合警方于台中站下车，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旅客的安宁码以及是影响到通行的动线，这些我们就会给他劝导。不听劝阻的，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除运送契约。高铁进前宣布讲，对9月2日开始推出安静车厢，规定敲电话爱到车门口，听音乐、看影片拢爱挂耳机，开讲爱较细声，那一直可能拢无爱听到的拒绝甲载。同款是几道运输的代替含捷运，伫运送契约含旅客的司机内面，虽然无明定电子产品的使用规范，但有强调袂当骚扰别人，讲袂听到会当拒绝甲载。那如果劝导无效的话，我们会依旅客须知第23条第1项第3款的规定，扰乱他人行为来处理，也就是拒绝运送。会希望吧，对，所以就或者是设计一种车厢，是有需要讲话的人可以去搭那种车厢。
民众表示支持相关规定和做法。中捷公司是强调讲，捷运列车和相提无共，并无列车吊伫车顶在地。如果若发现有无守规矩的事件，咱会当直接通报保全，也是站务人员，相关人员拢会随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有一个路口，昨暗短短2点钟内就发生2桩交通事故。上界严重的是一个客停车司机，伊甲车停伫咧路边停车停好，煞无救这手动，想要到规台车煞来倒退路，司机自安尼死就去互交过去。然后一个司机送到病院了后，有关救无回来。车停好伫路边，姓王的计程车司机准备要入去车行交班，煞毋知影啥物原因，计程车开始倒退路，直接甲驾驶交落去车底。对另外一个角度看，姓王的司机互车跌着了后，就失去意识，袂振动啊。附近的民众看到，就赶紧挖过来倒3工救人。因为他退后要过来，他背向这个，他没有看到车子已经在。对着他这那个，所以他就是被撞到，一定是反应来不及，就一直被压到车，就卷在车子底下。那其他的头呢也是刚好帮忙去把车子要把它搬起来，因为车子很重嘛，要把它搬起来，要把它拉出来这样子。警方调查，这名64岁姓王的司机，昨暗时6点48分左右，驶着客停车，伫东港朝阳路的客停车行路边停车。落车的时阵，车搁发的，唔知影是手动无扭，也是机仔无拍伫停车的所在，致使车向后壁撸。姓王的查甫拄好行到客停车后壁，去互车弄倒，卡伫底盘，送病院抢救了，宣告死亡。下车时，会许我因操作不当，导致车子向后滑行。是王明刚好行走到车子后方，而遭车子撞倒并卡在底盘，经路人合力将车子抬高后救出，送东港安泰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宣告不治。同一个路口，伫昨暗时8点外，因为轿车要目久无注意，就直接对后壁的奥多摆弄落，好佳在无人受伤。警方提醒，要落车的时要检查手动有救无，确认车辆停好势了后才落车，以免发生危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中共伫9月初3呢，要伫咧北京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当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来检阅这部队发表谈话。但是陆委会就下令讲，禁止政府人员捌做过国安，还有小众以上人员参加相关活动。陆委会在今仔再提醒讲，若准伫咧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也唔通替中共统战宣传发表伤害中华民国的言论。胜利80周年大会第3次综合演练。中国93阅兵典礼最近最后一届彩排，除了动员1万名的解放军，佮出现真侪重型武器装备、典型军事威慑。当讲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也要发表谈话，也拿咱陆委会明确下令禁止中央地方政府人员，也佮捌做过国安中工课，也是小众以上的人员参加相关的活动，也提醒伫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不应该对内发声宣传。尤其是在93阅兵。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跟整体利益，不要去呼应他们矮化台湾、伤害中华民国的相关言论。胡水正也指出，政府继续查捌发表政治表态言论的20多位艺人，然后结果就会对外说明。因为对中国想要以阅兵典礼像对日本抗战的历史危机权，部分学者认为讲，赖政府无扩大举办怀念纪念活动反制，真可惜。抗战胜利才有台湾光复，所以这和中华民国也包括我们今天在台湾，当然都有重大关系。我看到现在的政府执政党对这个东西不表示态度，然后也不愿意办任何纪念活动，我当然感到非常遗憾。这个整个抗战发言的时间，甚至于延伸到过去，我想我们全国牺牲的将士官兵这个超过300万人，一般的民众超过2000万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我们外交界的前辈，用血泪交织而成所换来的。邮政外交官组成的对外关系协会是举行座谈会，强调80年前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全体军民团结抗战，相关的历史事实袂当互忘袂记，也是黑白改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呢，三读通过军人退伍条例，讲到这志愿役加级有3班，宣布列入明年的这个国防预算内面。国防部长郭立平就表示讲，行政也个立法无共识，希望透过实践或者是其他方式来找出共识。
台湾强化国防实力，明年国防预算有机会创历史新高。不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军人退休条例，明定只愿约本薪以外，搁加3万。总统令也公告，煞无列入去预算。对此，行政院提出释宪，但是正常有真侪招募官员用加薪水来甲人请。伫社群媒体宣传，陆军要求各级清查、修正搁驳回，引发争议。行政跟立法部门的共识还没有形成啊，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能够来进行一个协商？就是说，将来如果你是军职的部属，那你的薪水会比文职、警职的长官还要高。郭立平认为讲，行政甲立法无得到共识，但是在野无认同，批评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泰带头违法，无依法行政。你没有权利去选择你爱不爱依法行政。所以你到底是有多傲慢，可以养出你今天这样子的总统跟这样子的院长？你齐头式的一加上去之后，对于国军的人力的配置跟领导统御会产生问题，好心反而做了坏事。因那美国在地协会 AIT 罕见公开 AIT 处长郭立坚甲郭立平的会面，两人有讲有笑探讨台湾甲美国伫无对称军事器件主动的合作。郭立平强调，甲 AIT 交流是台美军事交流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 ，AIT 也公布郭立坚甲国民党立委会面，看起来真严肃，两张相片气氛无同，引发关注。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交流，使得 AIT 对于国民党的整体政策，以及呢国民党对美方的态度，不要再被误判，或者是美方有偏听的这个问题。也肯定在野党，或者是承诺支持这个国防预算达到 GDP 3%的这个目标，也支持就是全社会韧性的这个建构。针对台湾的国防预算目标要达到占 GDP 3%，也要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提出特别预算。学者观察，郭立坚分别甲郭立平、南委会面，感受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昨有证实讲，美国希望台湾会当开放这美国轿车免关税，着民众特别买车，即马是当咧看情势。有学者是认为讲，咱着爱降低国产车的货物税，才会通避免影响到国产车的竞争力，也未来造成咱国内国产车员工失业的问题。这是台北港各种进口车甲港口大家点点滴，那亲像一片车海。台币对电关税税率也未确定，加上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25证实，美国希望台湾开放规只完整的车零关税。外界分析，安尼互消费者想要个单看卖。我想现在从台北的巴黎港到台中港，已经塞满了数万辆的新车哈，任何一个车商都会受不了。2026的车会出来，那2025的车还没开始卖。当然，2025的车到明年一定会更下修价格来出清。以即马进口车的税率来算看卖，若是一只2000cc 以下的进口轿车，进口车的成本200万，加上进口税、货物税甲营业税，算起来买车的金额大约308万。若准台湾真正开放，美国规只的车零关税上路，等于是买车的金额干那需要262.5万，两个总差45.5万块。越早讲，越不会让我们市场产生这种焦虑，产生这种向后延迟消费的情况，对于这种销售上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那对于从业人员来讲，会非常的痛苦。想要买车的民众，除了在看美国关税税率当时确定，立法院也建议要把汽车、旧车换新车的货物税减去优待，延长到2030年。只要报废你保留满1年、出厂10年以上的旧车，伫报废啊出口前后6个月以内，买新车完成领牌，就会当减去10万块的货物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进口车跟国产车的价钱差不了太多，国内消费者一直在等待，所以光一个货物税的调降我认为还不足以刺激买气。有学者建议，想要避免开放美国规只完整的车零关税，冲击到国产车的竞争力，甲相关人员的就业，规期也减去进口车甲国产车货物税。对美国来讲，更较有吸引力，也当降低对国产车的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讲有8到9成的企业，在咧旧历7月4日时阵呢，会举行普渡。就专家也讲，台湾人拜这好兄弟啊，拜甲遐尼认真，和当初移民文化是有关系。
旧历7月，鬼门开，除了民众会传祭品、普渡拜拜，即马也有真侪企业也会拜拜求业绩保平安。人力银行做调查发现，有60社个企业讲旧历7月业绩无啥物差，毋过有2社歌感觉业绩变好，亲像超商、大卖场就讲即阵是大过，生意真好。也有1成的企业怨叹讲即马生意真歹，亲像房市、车市、婚宴市场，一个月当咧大小过。卖厝的啦，还是卖车，可能会受到这影响。颠倒是这种大卖场、便利商店会开出这种拍临时工的课，所以这种用人的需求可能有法度到这中秋节拢是保持这个真好的这个情形。人力银行调查也发现，有9成的企业会办中原普渡的仪式。民俗老师指出，台湾人拜好兄弟，拜甲遮尔骨力，和台湾的移民文化有关系。当初时，咱的祖先来到台湾真无简单，经过乌水沟、漳泉烧台、风台水灾思想严重，而且有真侪人拢是罗汉脚，无人拜，路尾才有拜好兄弟的传统。移民早期的时阵呢，为了要开发台湾这片土地，咱的先民呢付出相当的性命代价真侪人牺牲，所以呢，咱来普渡、超度这为了开发台湾牺牲的这先民，所以呢，台湾的普渡会这么风行呢，是因为这个因素。林茂贤老师也讲，台湾人和外国人对抬鬼的方式真无同。一般伫国外，伫咧西游几啊济即天放鬼放啊比鬼更加恐怖，想要惊走的是真正的鬼。不过伫咧台湾，中原普渡看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讲的是一种慈悲和宁静味。拜祖先也就算拜好兄弟，认为咱若对好兄弟好，伊就袂甲咱害，颠倒会甲咱保庇。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风台过后，这传染病拢逼出来。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9例类鼻子的本土病例，其中有1例死亡。另外，高端螺旋体病增加6例，北中南拢有。咱若讲到这天狗日有4例是今年头一站的本土社区群聚事件，也要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会积水的物件拢爱摒清气，才袂生病。但若是风台过后，类鼻子的个案阁增加1死。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9例类鼻子的本土病例，其中1例死亡。个案是南部50多岁的男性，本身有多重的慢性病史，8月中出现咳嗽、流鼻水和流巴肚这症头。第3摆来到急诊的时阵，已经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抢救到隔顿工嘛是不幸过身，患病到死亡干了10天。做疫调的时候呢，是有发现说这个个案他其实他脚部有伤口，那不过他在这个台风期间呢是没有出门的，而且这个他家的这个附近其实也没有发生水患。不过他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接触到污水污泥是没有办法确认。另外，高端螺旋体病顶礼拜是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年岁是第20多岁到70多岁，个案大多数是发烧、筋肉痛，也是流巴肚去看医生。天狗节是出现今年第1件本土社区的群聚事件，除了支票个案，社会大出来人和厝边拢是卫生单位主动扩大采检的时阵才验出确定病例，这些人拢是感染天狗节病毒第2型。卫生单位呢，那有针对这些确诊个案的一个居住地以及他的工作地呢，来做一些资生源的一些查核，那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防治的一个工作。疾管署提醒讲，不管是类鼻子、高端螺旋体病，还是天狗热，拢是环境病。尤其目前当是天狗热的流行季节，加上最近天气真热，定有西北风，会互病媒蚊啊搁较侪，传播的风险增加，呼吁民众爱主动甲积水的容器拢摒摒。落实顺便清理，才当彻底阻断天狗热的传播。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调查73间做菜检的业者，发现讲有4间无符合规定，其中正出名的协发行用冷冻的方式来运送冷冻商品，而且标示也有问题，去互政府罚38万。天气真热，菜检真适合开皮。不过最近食药署公布，针对73间菜检的制作业者进行查核，计共4间无下规定，其中网络真情的协发行、菜检、风客查发现真侪项违规，台南市卫生局给罚38万。本市一家泡菜业者查获冷冻产品以冷藏运送，以依食安法第8条处新台币24万元罚款。另外2款泡菜产品标示不符，另外1款则是标示字体小于0.2公分。
3件共依食安法第22条及第28条处新台币14万元的罚款。特别重视一下细节，其实你能够重视细节的话呢，你这个食安很重视的话，你的产业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对此，业者也发出声明，强调所有商品拢以冷藏也是冷冻的方式再送，那部分小型的包装，因为无为通写，无达到法规要求的日期大小，因会失礼，也强调所有产品拢已经通过食品检验，安全无问题。是我们的包材的商品资讯没有做及时的更新，然后部分的商品的标签的字迹啊，因为我们的标签我们的包装啊，它其实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在把所有全展开的产品资讯放上去的情况下，确实会比较不符合就是目前那个官方这边的规范部分，我们还是会做就是后续的调整。卫生局也呼吁相关的业者应该爱家己管理，加强内部稽查机制，也监督改善欠点，减少商品无符合卫生标准的情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年高雄因为科技产业带动发展，平均厝价起36%。着少年家表示，讲买厝真值力，希望政府会当提供这继续合理的社会主体，说服更较侪人。高雄这几年因为科技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甲真紧，厝价含厝税嘛对得起。根据民间房产旧认定中心的统计，这5年来高雄青年买第一间厝的计数对815万起到1109万，起幅是36%。有伫咧高雄读册的少年家表示，若是以薪水3-4万来讲，加上通货膨胀，逐项起要买厝是真值力，嘛希望政府提供继续合理的社会主体。我们可能要自己自备这个头期款，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从我们租补助减少可能4-5千块的平常的这个小的可能要缴给房东的这个费用。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居住的一些方案，例如说我们的社会住宅，就是是不是可以有更就是合理的价格，然后还有更多的一些申请的资格。长期关心居住正义的民间团体表示，经济发展带动厝价起悬是国际拢有的问题。少年家嘛是这房产市场内底的脆弱族群。民团认为，全国除了社会主体的量不够，加才通细6年。连我亲像合议主体，伊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国外政策，限制买厝来查关价。你这20年来吼，不是讲你这厝袂当卖，可是你这厝卖吼，你只能卖给下一个首购族。你袂上啥人拢卖。第二，你卖价小甲市场无关系，你要用政府的公式去卖，就不管你外口的房价已经涨多高。为着要让少年家会当安居乐业，9月有民间团体和立委要招专家学者，也更有少年家做伙来伫咧高雄共同举办青年安居论坛，希望了解少年世代的需求甲困境，通成做未来主体政策的参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审计部讲，高雄这超过8年的旧公车有超过3成，电动车也不到4成，换新的速度伤过慢。那交通局是讲，这高雄的电动车占3.5%，是6都内面上悬的。按算今年底会阁换一批，到时就超过4成。公车进站乘客准备上车，为了降低碳排量，交通部积极推动公车电动化。按算2030年，要甲所有市区公车拢换做电动车。高雄市有7间客运业者，目前投入营运的公车拢总859台。这几年陆续汰换做电动车，目前有295台。有民众认为，电动车前坐起来较袂起起伏伏，嘛较无柴油味。即摆若坐到食柴油的公车，伊真正袂惯势。柴油的味道很重，对对对。那可能是较古型的车。对对，我曾经就是在那个前镇高中那边坐到这种车子，做无熟悉的。对对对。因为公车电动化速度无够紧，比例只有3.5%。最近高雄市交通局就去互审计部点名讲，超过8年的柴油公车有260台，超过12年的有31台，甲大拢也咧载客，安尼真唔通。有客运业者讲，高雄有规定，超过12年的公车都要汰换掉，因为换车的时机拄好，2年前开始就将92台车陆续换做电动车。其他业者因的经营角度来讲，因的车还未到年纪时阵来换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讲嘛是一个损失啊。以目前为止，我个人是无听到业者无爱换电动车的这个情形来发生。那今年底预计将汰换129辆公车，那届时所有预龄的车辆将全数汰换。
那全市电动车的比例也将突破40%，稳坐6都之冠。高雄的公车照规定是12年都要换车，跨出厂时间，服务年限上济会当延到14年。业者讲，公车电动化是趋势，大家拢有照计划在行。不过，若是年过未到，就爱因换车，实在伤过伤重。记者柯家祖、柯兆阳、高雄仓报道。宜兰的安农溪有台湾头一座轻艇比赛国际级的人工赛道，即县政府宣布来收钱。不过有议员是认为讲有收钱才有经费来维护啊。即马县府讲会来研究拍算明年施行。选手伫安农溪轻艇跨楼赛道训练，希望伫国际赛场摕到好成绩。这个赛道是咱第一个国际级的人工跨楼赛道，即马开放使用。赛道的使用，县政府有定规范，并无收钱。不过有民代认为应该爱来收费。我在这里建议啊，咱县政府啊，一定爱有一个着收清洁费。民代也建议，伫轻艇跨楼赛道比赛时，至少需要10个救生员。不过，即马要找救生员真无简单，会互各机关团体真歹办比赛甲训练。县政府应该培养救生的人才来配合赛道的使用。我们场地优先，一定要优先给在地的选手，而且是要免费啦。轻艇协会认为，为着培养更较侪在地人才，针对在地选手使用赛道的时，应该卖收钱，而且会当优先使用。若收费的办法，因为赛道的维护包含机电和水道，协会支持收费，才较好来维护。场地是倾向使用者付费，那也希望未来一起来维护我们这个场地。那希望在我们年底前能够去做一个评估研议以后，那在明年1月1号能够做实施。目前县政府针对赛道的使用有定相关的规范，机关团体使用时，若违反规范会先劝导，若口渴唔听就袂使阁借。县政府指出，使用赛道的相关收费，伫年底之前会研议出办法，按算伫明年1月初一上路。救生人才的部分会建立人才库，每合有需求的团体甲个人，和救生协会联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电中的鼓山市有日本时代留落来新社遗址，包括用来放这电器具的库房、这气库，也有风声讲庙方要甲拆掉。不过文化局表示讲，地主只是咧做水土保持工程尔，目前也先改咧做鉴定古迹，避免时间受到破坏。这个所在是过去日本时代电中新社放祭典相关器具的库房，已经有86年的历史。即阵说风声讲地主按算要拆掉，伫网络引起不少讨论，在地民众嘛真关心。1939年咧起的这电中新社，对电中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的建筑，嘛是日本时代伫电中留落来上大规模的信用设施。其中除了这个汽机社之外，还有石灯笼，而这个昭和14年有这个碑，等于讲这3个日本时代所留落来这文物电中最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文书工作者表示，1939年起造的电中新社是日本时代原林军的第2座新社。1957年改建成做鼓山市，即阵干那剩放拜拜发起的库房、石灯、石碑等等。面对网络风声讲要拆库房，地主真无奈，表示因只是咧做公共设施的相关工程。文化局目前嘛已经先甲库房咧做鉴定古迹。田中蛇社遗迹所有权人为鼓山市。25号中午，文化局接获民众通报，立即派员并与文资委员一起到现场查看。现场的确有看到一些公事在附近进行所以马上依照文化资产法第20条规定，先暂停古迹文化局表示，随后会依照文资法进行相关的审议，希望大家做伙来守护重要的文化资产。文书工作者也认为，县府应该透过这个机会，甲地方、土地所有权人好好讨论沟通，让有文化价值的位置会当保存落来，嘛袂让所有权人感觉权利有损失。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竹市进前通过全国头一位这个本垃圾水排放管理自治条例，为了要让更较侪学生会当了解当地的水源生态，除了带学生行踏，也透过实践，让大家更较了解到这新竹的水源生态。桶子要洗3次，瓶子也要洗3次，最后才装这个水。
底好河川内底的水用桶仔慢慢救起来，准备透过检测来了解目前水质状况。大家搁穿护鞋行到水准，透过老师的解说，实际去学习安怎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平常在用的这些就是清洁用品里面可能会排放家庭废水，那这些家庭废水自然而然就会排放到这个河川或甚至到海洋里面，也让我更了解说，未来我们能够身为学生，我们都能够做更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去帮助这个河川变得更好。例如说，我家是喝头前溪的水，所以水质当然重要，因为如果水质不好，那等于是我喝进肚子里的水都不好。长期关心新竹水源生态环保团体指出，活动目的希望大家爱同齐保护水质，也希望更较侪少年人会当来参与保护行动。特别挑选了离他们家园不会很远的，看起来像臭水沟的地方，进到这个水圳里面去认识它。好，那这个水圳呢，其实平常一般的人经过会以为是臭水沟，因为它可能会汇入家庭来的污水，或者是餐厅的油污废水。那他们以前是从河岸上面去看底部，但今天真正穿着雨鞋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理解，灌溉水其实它目前遭遇的困境是什么。学生甲养回来的水经过检测，为了了解目前水质的状况，也对过程中去明白家己家乡的水源甲保护环境的重要。透过活动，幕后这少年家更加重视台湾河川的环保议题。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风台过后，菜是变甲真贵，这家己太保着种葱啊，少年农民为了感谢这破主文化里里长，较早对伊的支持，就免费捐300多斤的葱啊，要互这破主文化里里面呢，希望讲即马菜价当贵时阵，会当减轻里面一寡负担。农民无用甲收成起来的葱啊做整理，准备要交予果菜市场。这位伫中南部种葱啊的太保青龙。家己嘛，因为顶个月风台大水，互葱仔的收成剩无一半，伊阁无少成本，捐互家己管破做文化里的里面。之前里长有帮忙，在滞销的时候有帮忙，帮忙倒销这些货，你即马就是既然你有来咧咱斗相共，就规矩，这批我就无算成本啊，就规个互你分的你面，算互恁食无钱安尼。青龙讲，即届风台大水，互因葱仔的损失超过8成。即马遮塘口的葱仔，拢是无互风台大水引起的，所以葱仔即阵仔的价钱毋若悬，而且量嘛无济。就因这葱仔对乡底起来时阵有无？就是拢安尼土个爱整理互清气安尼，整理互清气有无？再个放过冬了有无？再个过洗安尼。一斤草伫150块遐，伊一捆5斤的草为网友去买700块的。所以上320斤差不多7至8万。青龙表示，风台了后要甲葱仔搁种回来，为买材啊开始，上起码搁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即马葱仔虽然正做菜金，但是会当伫这个时阵用葱仔来感谢当初捌支持过家己的人，也是感觉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公布今年金鼎奖的得奖名单，拢总有3本绘本得奖，其中有作者讲会当得奖是真荣幸，也希望未来诗、散文、小说等一寡代志作品呢，也挺好去互看到。有学者是认为讲要培养到这创作者和编辑人才，政府和出版社就爱投入愈侪资源，或者是系统性的培训。汉药房是侪台湾人的生活建地，无论是囡仔要长骨，还是店铺，定会到汉药房买药材。创作者陈千勇甲厝内开汉药房的建地，为做台语绘本《新奇汉药房》，今年受到文化部金鼎奖的肯定。作者讲，头家出册就通得奖，伊感觉真荣幸，嘛希望未来无共文类的台语作品也通互看到。有人介意，有人想要搁看我的册，啊，搁我画的图。安尼我就足欢喜安尼。其他的台语文的作品，譬如讲小说还是散文，拢无他入围安尼，所以我就有一点感觉可惜。今年更有2本台语绘本嘛得金鼎奖，包括台湾人物志题在节目的天才黄土水，也有为乌狗做主角的作品乌的。有出版社表示，这几年有政府补助，唔能会予出版社出台文册意愿增加。根据因的观察，这10年来台湾意识加悬，嘛带动以台湾故事做题材的市场。也可能是太阳花以后，大家对于台湾主体性的反应的提升，还有包含的是可能13、14年以后，就是历史普及的相关的作品，台湾
故事、台湾历史的那种作品，其实都比较多的出现。对，那可能也慢慢的扩散跟外溢，然后也影响了台语绘本的销量。不过有学者指出，这几年真侪台文创作集中伫咧文史、生活、记忆等等，学者嘛毋望无共帮助，也是奖项，应当看到愈侪无共类型的作品，鼓励台文的多元创作。我们是真鼓励未来咱的这个台文创作者吼，会当侪拢会当投伫数文学的这个创作，伫咧各种语言内底吼，搁较新的一寡实验性作品吼，我感觉拢会当看。学者表示，台湾市场要累积消费者，嘛着爱对源头来栽培创作者甲编辑人才，这需要政府和出版社同齐投入心力和资源来帮助，也是系统性培训，才通互台湾作品愈行愈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平头一摆访问，25是伫咧美国白宫举行。李在平一直甲伊俄罗也希望川普继续推动南北韩和平。川表示讲，想要伫咧今年呢，和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另外，南韩企業會伫咧美國投資美金1500億，也拿大韓航空也會甲伊買103隻波音飛行機。美国总统川普25伫白宫办公室甲来访的南韩总统李在明头一届会面。李在明伫会谈一日开始，就俄罗川普甲办公室定性清洁甲正水，展现出美国的尊严。嘛，俄罗川普一直解决全球的冲突，是和平缔造者。 유럽, 아시아, 아프리카, 중동 뭐 여러 곳에서의 전쟁들이 이제는 트럼프 대통령님의 역할로 휴전하고 평화가 찾아오고 있습니다. 李在明进一步表达对两韩和平的愿望。川普是讲，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真好。佮讲2019年甲金正恩伫北门店见面的过程，嘛按算今年佮再甲金正恩见面。 Will you meet him this year or maybe next year? Well, I'm meeting a lot of people. I mean, it's hard to say that, but I'd like to meet him this year. 李在明去美国的同一天，派由南韩前国会议长朴炳锡带队的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甲中国外长王毅见面，并转告李在明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批函，邀请参加今年10月伫南韩庆州举办的 APEC 峰会。川普25嘛表示有意伫今年去中国访问，不过放掉若是中国无强硬系统吸更予美国，会对中国的商品扣200%的关税。 If they don't give us magnets, then we have to charge them 200% tariff or something, you know. 川普甲李在明嘛，针对韩美集体安全甲自尊业这个议题密切合作，表达乐观的态度。不过，川普有意得到南韩美军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嘛暗示对南韩15%的关税可能会维持现状，不过嘛无看伊重新谈判。 李在明访会了后表示，无烦恼家己会面临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月伫北京的困境，因为伊已经甲川普的著作《交易的艺术》读正式，了解川普伊的谈判技巧。到伫两个人访会同时，南韩商界嘛达成协议，南韩企业会伫美国投资1500亿美金，大韩航空会购买103台波音飞机。川普伫甲李在明会谈前，伫社群媒体大文暗示南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进行政治清洗甲革命。 不过，事后8回是5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以色列军队25个在攻击加沙，即南部一间病院去防攻击2间上无有20个人死亡，其中有5名是韩国佮纪录片媒体合作的巴勒斯坦记者是当场死亡。即以色列军队是强调讲，即个空袭行动敢若针对着武装分子，也佮军事基础设施，并无针对记者。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真有可能是要控制这媒体传播资讯行动。 甲损一个记者的遗体入内，家属是哭甲真悲痛。以色列的军队25个一摆针对加沙开始攻击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纳赛尔病院，轰崩2摆。第一摆崩了，医护人员和记者紧急过去救人，但无想到义军技术针对救援和报道的人员，搁崩第2摆。 前后2摆炮击是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韩国国通讯社媒体合作的巴勒斯坦的记者，分别是路透社的特约记者马苏里、美联社自由写稿人达加、半岛电视台前主播萨拉玛、独立记者塔哈、英国伦敦新闻网中东之间记者辞职。 كل يوم بنودع شهيد من الصحفيين لكن هنكمل هذا الطريق اخترناه وهنكمل فيه رسالتهم مش هتقف
对这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讲，当在做调查，而且强调空袭行动，敢若针对武装分子和军事基础设施，未针对一般的民众和记者。对以下冲突发生了后开始，在加沙殉职的记者的人数约200个人。拍拼促进新闻自由的领导机构 CPJ 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讲，过去2天在加沙殉职的记者人数超过进前3天全球罹难的记者人数。这摆攻击嘛引起国际谴责的声音。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认为讲，以下冲突造成医护人员和记者在做工课的时阵面对极端风险，要求随永久停火。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外交大臣拉米拢表达大条件和谴责。有分析家认为讲，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唔若是靠无人机、战车和空袭，佮有秘密部队会针对巴勒斯坦的记者，甲因归类做极端组织哈马斯的分子，就这甲攻击行动合法化，嘛控制媒体文字影片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嘛谴责这摆的攻击行动，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公司新闻电视同编译。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遥金马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